后来，这个桃园病院群组感染，大约有5000个民众爱来做居家隔离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新北市民大约有400到500个，已经来启动着整备的工作。若这个台北市方面，副市长黄珊珊讲，目前有40外个人隔离伫个专责的病房，其他还佫咧等中央的名单。黄珊珊讲，因真有信心，讲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应该真充足。每一个夜市都有他自己的制服，这个是华西街的。参加台北市长高文泰执政6周年记者会，副市长黄珊珊穿夜市打的制服，向市民报告政治成就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们台北成立了第一家防疫旅馆。今晚面对桃园病院侪人烧过，有5000人爱隔离，安尼台北市防疫旅馆敢有够？总共已经100多家了，已经有7000间房间。居家隔离就已经同时间有1万人的经验来说，其实并不是那么100%的困难。爱隔离的5000人，有偌侪人住伫咧台北市和新北市，新北市府已经开始接案名单。我们也在等这个名单，之前就有部桃移转出来的病患，其实有在台北市有大概40多位，那一直都在各个医院的专责病房管之中。我们大概会被匡列400个到500个，一接到新闻媒体的报道，我们就开始立即启动准备工作。地方政府和中央徛做伙，希望把疫情的影响降到上低。